好食的料理，食了让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互歹心、恶毒度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交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热人就是爱食冰啦。最近天气愈来愈烧热，这种天气就是爱来去食串冰。恁看，咱叫的八宝冰，内底有红豆、蚵油、仙草、乌圆。搁有我上爱的粉圆，若是配奶茶嘛，足赞的。我介意食绿豆含薏仁，清凉搁退火，热天食上舒配。拄则伫路里看到一间新开的冰店，装塔甲足古水，生意阁足好呢。无怪哦，较早这间传统冰店生意真好，即马人客煞变遮少。敢会是因卖的冰较好食？等咱食煞，嘛去看卖咧。阿根规头壳拢咧想食的。你看，这个 ice cream 足够水的，我来甲你翕相，耶！哇，遮的冰拢是 snowman 的造型呢，有足侪无同的口味甲色地。不过你看，安尼一杯的价数，咱伫传统冰店会当食4碗呢。对吼，遮贵松松，搁遮侪人咧排队，敢会是真正足好食？等咧，冷敢无感觉？遮的冷气开甲足冷的，真正是愈来愈寒。恁看遐个人，我的身躯挡袂牢，一直喘，足寒的。遮的 ice cream 一定有问题。爸咪，阁是鸟鼠头家。我看到啊，迄只穿 snowman 红仔衫的，就是鸟鼠头家。竟然互恁认出来啊！酷的料理救援队。你伫 ice cream 变啥吧？是安怎遮侪人抢要食？哼，即马人若看翕起来水水的，就家己牵我来，免我甲因控制。我干那伫 ice cream 内底掺一撮仔快速冷冻的成分，互伊袂扬起，较好翕相。若食落去，就会寒甲屁屁喘，哈哈哈哈！遮的人客遐介意你的店，你煞安尼对待因，实在足超过。嘿，这个好食的料理有遐肉的色地，好甜的芳脆，刷出的滋味。上界重要的是，生意食水甜。因芳拿轮啊烧的八宝汤来互因啉。真嘿，我真正 snowman 的衫卖扬起啊！互鸟车头家用冷冻术攻击的人客，啉过烧落的甜汤，就豆豆啊恢复元气。传统冰店唔但会当食串冰，阁有刷脆烧落的八宝汤，会使讲是大碗阁满钱，实在有够赞啦！一摆料理救援队成功保护在地料理，行，做伙刷摊食好料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阿光。伫料理救援队的第9集，有小介的串冰。伫冰店内底上接看到的，就是八宝冰，有8种无同款的料，嘛会当煮做八宝汤。哇，这碗八宝汤足好食款的。阿光，你敢有想要食？无咱等下甲食好啦。先来讲讲相关的语词，提醒大家。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热啦，热啦，热天，热天，热啦，热啦，热天，
热天，一句的词拢是热天的意思。你若看到字词头前有用 double hyphen 相连，就表示伫个 double hyphen 头前的字词爱念本调，后壁的字词念轻声调。贵松松，贵松松就是足贵的意思。比如讲，一杯奶茶爱开150块，阿公，这杯奶茶贵松松，你也甲买落。大碗搁满钱，大碗搁满钱，一般是讲物件俗搁好的意思，互人感觉足会好的。皮皮喘，皮皮喘，人咧惊也是寒的时阵，身躯就会皮皮喘。像伫漫画内底讲的，就是食冰伤冷，所以逐个人拢皮皮喘。拉轮啊烧，拉轮啊烧，就是小可烧的意思。像讲食药啊，就是爱用这拉轮啊烧的滚水来配较拄好。烧热，烧热，这个词会当讲天气温暖，嘛会当讲衫穿有够，身躯会较烧热，也是食面烧烧的意思。关心学乐道的鸟鼠仔头家，掠到现代人爱举手机啊翕水水的面啊，这款现象，害大家食冰的人寒甲皮皮喘。如何互料理救援队掌着，用心机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好佳哉，有阿公恁料理救援队来做动歹人，要无大家毋知要错到当时。各位观众。今仔日讲的，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料理救援队后摆会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大家再会。